大家好，今日嘅日本消息分享呢，係來自 NHK 嘅報導。呢一則 NHK 新聞報導話，日本嘅動畫啦、漫畫啦、遊戲角色啦，喺全世界都係廣受歡迎嘅。但係冒牌嘅周邊產品呢，就未有一日停止過。萬代嘅代表表示，有啲模型產品喺推出市場1至2個月之內呢，已經有冒牌貨啦。佢哋嘅包裝十分之相似，但係盒內嘅產品嘅部件呢係唔足嘅。萬代嘅代表表示咧，呢啲冒牌嘅模型產品呢，其實充斥喺中國嘅電商網站嘅。喺中國電商買呢啲冒牌產品嘅人呢，佢哋係唔會理會個產品係咪冒牌嘅。咁呢一段 NHK 嘅新聞報導呢，報導咗遠至泰國都有冒牌公仔係買自呢啲中國電商喺泰國當地發售嘅。因為喺呢啲中國網點賣嘅冒牌貨據點越嚟越多咯。咁從事動畫、漫畫、遊戲開發商嘅9間大公司，包括東映啦、集英社啦同埋萬代咧，會聯手應對呢啲冒牌貨嘅出現。今日呢條日本消息分享嘅片呢，就嚟到呢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或者訂閱，多謝大家。